Hello，大家好，我係大小姐啊。午夜凶鈴呢個故事，真正恐怖嘅源頭唔係某個人，而係一件真實發生過嘅詛咒傳染事件。呢件事就喺伊豆大島同三元火山度發生。今日我哋就嚟揭秘一下午夜凶鈴嘅現實原型。其實午夜凶鈴改編自鈴木光司1991年嘅小說《七夜怪談》，英文名就叫做 Ring。呢一個 Ring 有兩個意思，一個係貞子被困喺井底嗰陣，透過井口睇到嘅嗰道光，就係電影開頭出現嘅嗰道光啦。咁第二個意思就係呢個詛咒係一個循環，佢好似病毒咁，透過錄像帶無止境咁傳播落去。咁如果唔將呢個詛咒傳俾其他人，貞子就會嚟索命噶啦。而家我哋先快速咁回顧一下午夜凶鈴嘅故事先。故事一開始，4個高中生喺同一時間、唔同嘅地點，突然之間心臟驟停，離奇死咗。咁主角淺川玲子啱啱就係其中一個死者嘅親友，佢就展開調查啦。結果發現呢4個學生死之前都睇過一餅神秘嘅錄影帶。錄像帶入面嘅內容淨係一啲好奇怪又好詭異嘅畫面，爬緊嘅蟲啦，模糊嘅女人，仲有一句好致命嘅警告：睇完呢盤錄像帶，7日之後必死。淺川就揾咗高中時期嘅死黨高山龍司一齊調查呢一餅錄影帶嘅秘密，結果就挖出咗一個毛骨悚然嘅故事。關於山川貞子嘅悲慘經歷。山川貞子嘅故鄉就喺日本偏僻嘅伊豆大島。佢阿媽山川智津子係當地嘅神人，有超能力，識得遙視同透視。智津子呢一個超能力吸引咗一位東京大學嘅教授。呢個教授見到咗智津子嘅能力，就慫恿佢用超能力嚟為自己表演啦。想研究一下有啲咩成果，等自己都可以有超能力。研究嘅過程中，智津子同呢個教授就日久生情，生落咗貞子。但問題就係呢個教授其實就已經結咗婚噶啦，所以山川貞子本質上係私生子嚟嘅。因為阿媽同教授就唔可以結婚，貞子就跟阿媽姓啦，就叫做山川貞子。細個嗰陣，貞子就同阿媽一齊周圍咁表演超能力。隨住佢哋名氣越嚟越大，啲質疑聲呢就越嚟越多。貞子阿媽就喺咁大嘅質疑聲嘅底下，精神就開始出咗問題啦。再加上當時佢年僅4歲嘅仔就因病去世，智津子嘅精神就直接崩潰咗啦。冇辦法，智津子就唯有帶住阿貞子返到伊豆大島，但係佢嘅精神狀態就越嚟越差，最終喺絕望之中跳入咗三元火山口自殺，剩低咗年幼嘅貞子。之後貞子就同個教授，亦即係佢嘅養父一齊生活，仲發現自己繼承咗阿媽嘅超能力，甚至乎仲犀利過佢阿媽。佢阿媽就淨係識得透視同遙視，但貞子仲有預視未來嘅能力。佢9歲嘅時候就精準咁預測到三元火山會噴發，呢個超能力就俾佢嘅養父留意到啦。養父想控制阿貞子，等佢嘅超能力就為自己所用，但係後嚟又發現貞子嘅超能力嘅太勁，自己根本都控制唔到。出於對貞子嘅超能力嘅恐懼，養父就殺咗阿貞子，仲殘忍咁將佢嘅屍體掉咗落個井度。但係因為貞子嘅超能力嘅太強，冇消失到，再加上佢枉死嘅怨念，兩者結合埋一齊，就喺錄影帶裏面投低咗實影。呢啲都係歷史上真實發生過嘅事，最終就產生咗呢一盤邊個睇邊個死嘅詛咒錄影帶啦。根據小說同現實嘅原型，錄影帶播嘅其實係貞子腦入面嘅畫面。
最後班主角都發現咗，貞子嘅詛咒根本就解唔到嘅，唯一嘅方法就係將呢一盤錄影帶複製俾另外一個人睇，將啲詛咒轉移出去，形成一個永無止境嘅循環，先至可以完事。以上就係電影嘅簡要概述啦。咁而家我哋就嚟揭開一下現實原型嘅秘密。故事入面嘅主要人物，現實中都有原型可尋嘅，比如貞子嘅阿媽山川智津子，現實嘅原型係日本上世紀著名嘅超能力女子玉川千鶴子，佢哋嘅經歷幾乎係一樣嘅。玉川千鶴子都係喺巨大嘅質疑聲中吞毒自殺嘅。至於貞子詛咒嘅錄像帶嘅現實原型，就係另一個超能力女仔長尾郁子。長尾郁子嘅超能力係啲咩？佢可以將鬼嘅影像投影到膠片上面，仲當眾表演過呢個能力添。咁其中最出名、討論最多嘅一次，就係長尾郁子喺一口井嘅旁邊，用自己嘅能力將一隻鬼嘅形象投影到膠片上面。膠片嘅內容就係一個披頭散髮、着住白衫嘅女人喺井入面爬出嚟。好多人都話呢個先至係貞子嘅原型。之後大家就去查啦，究竟爬出嚟嘅係邊個呢？咁呢一口井喺邊度呢？點解又會有呢一個畫面呢？結果就發現呢一口井入面真係浸死咗一個細路女，仲係俾佢阿媽親手掉落去嘅。呢口井原本就喺一個院入面，呢個院係屬於一戶姓田嘅人家。田中家嘅阿爸好早之前就死咗啦，之後嘅阿媽因為養唔起呢個細路仔，就將個仔送咗俾人，個女就投井浸死咗，自己亦都喺井邊嗰度割脈自殺。至於點解唔將個女都送埋俾人，呢件事就冇人知啦。但係事實就係咁，後嚟長尾郁子為咗表演超能力，就去咗呢個院。結果喺膠片上面投影出咗呢一個畫面。當時有個東京教授攞咗投影嘅底片就去沖洗，洗出嚟嘅就係呢一個效果啦。而鈴木光司寫小說嘅時候，仲特登去東京大學借咗呢個膠片嘅原片嚟睇，先創作出咗女人由井入面爬出嚟嘅呢段情節。呢啲就係貞子喺井入面爬出嚟同佢超能力嘅真實原型啦。但係其實呢啲都只不過係構成故事嘅血肉，部電影真正嘅靈魂同骨架係一個好容易俾人忽略嘅細節。伊豆大島同三元火山，頭先講過啦，貞子嘅故鄉係伊豆大島，佢阿媽智津子就係跳三元火山自殺嘅。咁點解作者要將阿智津子同貞子嘅出生地都定喺伊豆大島呢？又將智津子嘅死法設定成跳三元火山呢？呢啲絕對唔係亂咁設定噶，因為呢個地方真係上演過同電影一樣嘅詛咒殺人循環事件，而且死者都係跳三元火山自殺嘅。呢個先至係午夜凶鈴裏面詛咒可以無限傳播嘅靈感源頭啊！好啦，依家我哋嚟講下呢個三元山詛咒事件。呢件事嘅開頭，依家就冇一個肯定嘅說法，但係大部分人都認為佢係同1933年嘅一個詛咒有關嘅。1933年嘅日本仲籠罩喺軍國主義嘅底下，當時就讀於東京涉谷實代女子大學嘅松本清子同同學富田雅子就好到不得了，幾乎係形影不離嘅。兩個人嘅家境都好唔錯，讀書成績又好喎。呢種又有錢又叻嘅細路仔就好容易招人妒忌。好快，校園入面就開始流傳佢哋關係唔正常嘅謠言。呢種事喺而家嚟講就可能冇咩，但喺當時軍國主義盛行嘅日本係好嚴重嘅問題嚟噶。結果兩個人喺學校裏面就遭受到霸凌啦，唔單止係啲同學蝦佢哋，
連啲老師都落埋手，因為軍國主義係唔容得呢一種異類嘅。松本清子本嚟就有啲嚮往美麗嘅死亡，喺長期嘅身心摧殘之下，呢種病態嘅心理就越嚟越嚴重啦。最終佢就去咗伊豆大島，跳咗三元火山自殺咗啦。松本清子嘅死就引發咗眾怒，但呢陣怒火就唔係針對霸凌佢嘅人，反而係針對富田雅子嘅。大家都話係你呢個狐狸精勾引先至搞成咁嘅。呢下富田雅子嘅日子就更加難過啦。所有人都指責佢，本身就膽小嘅富田雅子就唯有將自己鎖喺間房入面啦。冇幾耐就死鬼咗啦。死因啊唔清楚，但係佢留低咗一張字條，上面歪歪斜斜咁寫住詛咒2個字。就由呢一年開始，不停有人跳三元火山自殺，就好似佢嘅遺言真係為呢一座火山招嚟咗詛咒。松本清子死咗10日之後，一個被拘留咗嘅男人喺自己兄弟面前就跳咗火山口。松本清子嘅同學美惠子唔係之前霸凌佢嘅人，就係啲普通同學啫，竟然喺警察嘅眼前就跳咗火山口啦。仲有一個同佢哋冇乜關係嘅人喺當地犯咗事被拘留，兄弟嚟保釋佢啦。領佢出嚟之後，佢突然之間就衝去三元火山口跳咗落去，兄弟同啲警察睇住都拉唔切啊！喺1933年到1934年呢一段時間，總共有804個男人、140個女人，總共944人跳火山口自殺。如果連埋嗰啲俾警察阻止咗、俾周圍人勸住咗嘅都計埋嘅話，估計總人數超過1500人，即係話每日差唔多有2個人嚟到三元火山口度自殺。咁佢哋之間有冇做過同樣嘅事，定係完全冇交集呢？因為1933年局勢就好亂，大家都唔知道點解會咁。但係基本上可以肯定嘅一件事就係，所有人都睇過松本清子自殺嘅報道，呢種自殺竟然變成咗詛咒，仲好似會傳染咁不斷咁擴大。最終當地嘅政府就唯有將成個伊豆大島半封閉。呢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36年，後嚟軍國主義管控加強，直接唔俾人去，呢件事先算係平息咗。但係表面上平息咗，詛咒就冇消失到嘅。1952年，日本已經戰敗，開始恢復經濟。當時日本最早嘅航空公司買咗一部民航嘅客機，呢一部機係日本最早嘅5架民航客機之一，叫做木星號。有一日，木星號飛越伊豆大島嘅時候，無啦啦就直接衝咗入三元火山口。根據報道，當日嘅天氣好到不得了，最適合飛行㗎喇，無線電亦都冇任何嘅問題，地面管制仲同飛機通過話，問佢哋情況點，機組人員都係答而家平穩飛行，冇危險。點知跟住落嚟，飛機就直接撞向咗三元火山，機上34名乘客同機組人員全部遇難，火山山頭仲有少部分被削平咗添。仲有更加奇怪嘅就係13個人嘅屍體完全揾唔到，到而家都揾唔到啊！幾十個人啫，竟然冇咗13具屍體。嗰陣時嘅飛機啊，仲冇黑盒子嘅。之後三元火山又俾人封閉咗，因為出咗咁大單嘅飛行事故，又沉積咗一段時間啦。但呢個地方嘅詭異啊，仲未停噶。1986年嘅11月，三元火山啊發生咗一次大爆發，岩漿四射，引嚟咗好多嘅研究火山嘅人就去拍攝同研究啦，包括之前拍過火山紀錄片嘅火山夫婦。當時有一組專門拍火山噴發嘅科學家，就拍到咗一個好離奇嘅鏡頭喎，仲係直播嘅畫面添。大家留意下，嗰度有樣嘢喺度喐，見到冇？後面就係岩漿啊！對啦，睇落似個人，佢仲行得好慢，閒庭信步咁慢慢行過去。
你要知道，火山噴發前呢個地方就已經清咗場噶啦，連成個伊豆大島都冇剩低幾個人，淨係得少數獲許可嘅人上去拍攝，大家都覺得奇怪。第二日噴發平息咗，就去嗰個地方睇啦，結果發現嗰棟樓完全被毀壞晒，根本都冇揾到任何嘢。呢段片係日本電視台當時去現場拍嘅，點解會有人喺嗰度嘅？去到現場先發現間屋早就已經被燒到爛晒噶啦，睇地下就淨係得火山石，冇人冇活物，亦都冇屍體嘅。當時成個島應該係冇其他人嘅，淨係得少數電視台嘅人員同研究學者。而且東京電視台係唯一獲許可直播嘅機構，啲獲授權嘅人都喺好遠嘅地方，拍到有樣嘢行過去，會唔會係想自殺嘅人呢？跳咗火山，俾啲岩漿溶咗？但係諗下先，唔係咁有可能喎。第一，嗰個時間點就封鎖得好嚴嘅，佢想爬上去都好難。第二，就算佢避開晒所有嘅關卡，火山噴發嘅時候唔單止有碎石同岩漿，仲有好多有毒嘅氣體噶嘛。呢啲氣體入面啊，仲有超量嘅硫化物，有啲唔單止係有毒嘅，仲帶有腐蝕性嘅添。去到嗰度，皮膚可能仲好，但個肺就已經腐蝕咗噶啦，可能都仲未到火山口，就先俾自己啲血逐死噶啦。照道理，屍體一定會揾得到嘅，但實際上連半件都冇。直播畫面亦都冇拍到有人影喺屋企跳落去，就係喺屋企嗰度消失咗。如果火山噴發嗰陣，周圍都係火山灰同石頭，你由一個地方行到另一個地方，明知有危險，肯定都會加快腳步噶嘛，仲會好小心添。因為噴發嗰陣仲會伴隨住有啲地震噶嘛，但係你睇下嗰個人影，行到好悠哉悠哉嘅，好似完全都唔受後面劇烈噴發嘅岩漿同碎石影響，就係咁慢慢咁行過去，行咗入屋之後就消失咗啦。當然啦，有人話呢個可能係想自殺嘅人，但呢個講法好快就被否定咗啦。因為間屋嘅屋頂就已經燒穿晒噶啦，地板仲俾個岩漿溶咗，根本都冇揾到任何屍體，連半丁人行過嘅痕跡都冇。所以話嗰個慢慢行過去嘅人影就咁樣消失咗啦。仲有件事要講嘅係，呢件事之後，伊豆大島同三元火山呢度不停有人嚟自殺嘅情況就突然之間停咗啦，直到依家都冇再出現過1952年咁嘅墜機事件，亦都冇人再無啦啦嚟呢一度自殺。點解會咁？真係唔知喎，諗唔出合理嘅解釋，咪唯有估下啦。可能呢次火山爆發令到某個留低詛咒嘅人釋懷咗，或者佢趁住呢一股力量就離開咗呢度，所以詛咒先至散咗。而家嘅三元火山就已經變咗景點啦，大家都可以上去參觀噶啦。到咗1991年，鈴木光司就以呢一件事，即係呢種詛咒連環奪命嘅事，做成咗原型，再嫁接埋之前講嘅玉川千鶴子佢哋嘅故事，寫出咗《Ring》呢一本小說。之後喺1998年被拍成咗電影《午夜凶鈴》上映。大部分人都知，連作者自己都講過，貞子阿媽至尊子嘅原型係玉川千鶴子，但係好多人都唔肯睇。其實個詛咒會傳染呢個設定，原型就係呢次三元山嘅詛咒傳染事件。有人話呢個唔算係傳染，亦都有人話呢件事只係因為日本民族對死亡有一種執着。見到個女人都有勇氣去跳火山，自己都想試下。畢竟嗰陣時喐唔喐就切腹自盡噶啦嘛。但係呢個講法解釋唔到噶。1952年之後，個島啊開放咗一段時間，就又出現咗機毀人亡嘅事。之後又俾人封咗好耐，就係為咗揾嗰13條屍啦。咁仲有陸續有人跳火山口。
但係1986年之後就完全冇咗喎。咁呢一點真係講唔通噶嘛？我覺得呢件事反而側面咁證明咗呢個世界係由能量組成嘅，有一種無形嘅能量係可以影響人嘅。可能啲所謂嘅詛咒就係可以用呢種能量嚟解釋，只不過依家嘅科技仲冇辦法測量同觀測到呢一種能量。其實小說入面都提到咗一個可能性，不過呢個可能性要嫁接喺一個更加大嘅話題上面，比如話，如果我哋呢個世界真係某一個高等文明模擬出嚟嘅，咁呢一種詛咒可能只係代碼入面預留嘅一個 bug， 又或者係一種病毒同某一種能量結合之後產生出嚟嘅 bug。咁以上呢，就係今日嘅內容啦，記得繼續關注阿大小姐啊，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